我哋由 Split 坐渡輪呢，就嚟到 Korčula 呢一度啦。呢一個島呢，聽講話係馬可孛羅嘅出生地。不過呢，其實佢呢亦都係喺地中海沿岸保存得最好嘅中古城市之一。所以呢，傳統以嚟佢呢係一個旅遊同埋文化嘅中心嚟㗎。呢個島呢，一共有17000幾個居民。一向以嚟呢，佢都係地中海最受歡迎嘅海島之一。呢度嘅地中海氣候呢，非常之宜人，令到佢全年呢都係好吸引遊客嚟到呢一度嘅。夏天嘅時候，習習涼風，令到呢一度嘅熱氣呢都為之驅除。不過其實呢，呢一度全年嘅氣温呢都非常之好嘅。夏天呢唔會超過30度，而冬天呢最多亦都係去到9度左右嘅啫。一年呢佢有成3000個鐘頭嘅陽光㗎，而且最令人陶醉嘅呢，就係呢一度嘅海水非常之清澈，可以見底，一啲都冇污染，令到周圍嘅海呢都係呢有一層一層嘅藍色，非常之吸引㗎。Korčula 島呢有非常之多嘅植物，成個島都有厚厚嘅森林覆蓋住，所以呢佢以前呢就有叫做 Black Island 嘅稱號嘅，亦都係呢地中海上邊嘅生態伊甸園。呢一度呢盛產橄欖同埋呢提子。所以橄欖油同埋呢度嘅酒呢都非常之出名嘅噃。
呢度咧有一個傳統嘅節日，非常之受歡迎，而且係好出名嘅，就係咧打摩爾人嘅劍舞啦。呢一個舞蹈咧係紀念以前白人咧同摩爾人戰爭，而終於咧戰勝佢哋嘅一個故事嚟嘅。喺呢一度咧已經係表演咗成400幾年㗎啦。呢個舞蹈曾經咧喺地中海沿岸咧都非常之風行㗎，但係後來咧就漸漸式微，而家咧剩返 Coachella 呢個地方咧先至有表演嘅。